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8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继续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是好天小热，气象署是针对双北、桃园、花东等5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南部高温是32至33度，中部以北是34至36度，花东地区要注意可能会靠火烧风，咱来看温度。风台北海地区中南部是继续受到西南风影响，有当着这雨可能也会落甲真大阵。北部东半部要注意过道也会落短暂的雷公雨，尤其是若有要去山区活动的，要更加注意。继续来看，昨汉光42号演习第5天，第3作战区伫咧桃园的炼油厂进行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演练。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是头一届跨海调动去平湖执行部署任务。发现油槽受到攻击漏油，中央人员赶紧到场检修，虽然因为安尼受到不明物质的污染，出现身体无爽快的状况，其实这是汉光42号演习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的一部分。汉光演习第5天，模拟关键基础设施桃园炼油厂遭受攻击，因此第3作战区的化学兵进驻，协助人员进行清消。化兵部队设7站检验，协助人员消毒鞋啊、烫衫，而且出动大型的消毒车进入环境消毒，确保炼油厂区内底安全。在军事冲突的时候，像中油炼油厂这样的非常关键的这个基础设施，的确是极有可能遭到敌方发动这个攻击。桃园炼油厂基本上供应很重要，例如像中部以北的航空燃油，军队作战不可能没有燃料来进行，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所需要进行的防护就会提升。总统赖清德初9早起，也去到桃园市的作战分区火力运用，也有要挟火箭规划，也就是国军以密集的火力打击，阻挡敌军侵犯。第4作战区是实施要港防卫演练，官兵使用无人机侦测战场的状况甲敌军动态。另外一方面，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头一届跨海去到平湖执行部署的任务，机动飞弹车载向2向3飞弹去到战术位置完成排列，验证反舰火力前推能力。负责首都的宪兵202指挥部，初9透早也正方收复也步枪甲火箭弹伫咧街仔头盖边，而且快速入去台北捷运西门站，演练透过地下化轨道设施送兵力物资，支援南港桥附近的宪兵部队。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官兵穿上新的奢侈兵仔衫，是乌的、朴的甲白的做起来的布，连遐讲嘛是朴色，融入城镇作战环境，也互演习接近实战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汉光42号城镇轮性演习，中部7个县市下晡2点半至3点网络降速演练。NCC 就提醒讲，要减少非必要就网，若是要用这手机付钱，可能会失败，身躯顶也是要扎现金。再来是《联合报》，我部调查报告。一种癌症5年来存活率，其中腰鞘癌存活率上界低，无甲10%，也若鳞癌是有90%，治疗效果上好。再来是《自由时报》，日本长崎原爆和平纪念典礼，咱台湾的座位无伫咧时段的所在，咱作为代表李玉阳是决定拒绝参加。继续来看非洲国家乌干达8月初发生2件咱台湾人去到当地护照所向扣去，甚至是遣返的事件。咱外交部是表示讲，可能是甲咱台湾因为因的伊波拉疫情暂停签证，甲限制因入境台湾有关系，会继续来沟通。被俄罗斯非洲民主的乌干达有定规的山地大猩猩生态甲尼罗河天然景观欠各国旅客。不过今年8月初所发生，个人摕乌干达合法工作许可到乌干达了后，伫机场被扣护照。那这一件，还有一个台湾旅客同款被扣护照，甚至被原期遣返引起关心。相关案件可能与我国政府为了因应伊波拉疫情升温，从今年6月2日起暂缓核发签证，并暂缓乌国人民入境台湾有关。外交部检判，技术因为伊波拉风险，咱签证限制有关系。目前继续甲乌干达交涉，乌干达互咱列为第4级的红色旅游警示证号。观光署统计，咱去非洲旅游人数真少，去年敢若630人次。旅行社指出，乌干达旅游淡季是10月，避免情势升悬，促销今年旅游团。今年不敢推，我们会把整个行程延到明年年初之后才会去推，因为怕这个签证如果持续发酵的话，推了对
我们没有用，对游客来讲也是权益的损失。台商也在那继续做生意，所以应该没有这一方面说单独挑台湾，而是说会不会是说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应该去查一下。台湾甲乌干达虽然无邦交关系，不过民间互动频繁。严正清表示，政府查明清楚乌干达是不是干来针对台湾，也受其他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今年8月底按算会伫咱的邦交国巴老来主办。去年的主办国所罗门是因为去中国来施压，无法度来邀请咱参加。也今年咱已经确定会去。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PIF 8月底要伫咱国友邦秘鲁举行，初次18会员国先举行外长会议。去年的主办国所罗门群岛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无邀请有法定友伴身份的台湾。不过今年咱国是确定会互人邀请。Taiwan is a very important development partner. It engages with members of our forum family. They have their own meetings on the side of the forum meeting proper. So those will continue. 外交部长林佳龙去年12月访问秘鲁时阵，就伫秘鲁总统惠斯人陪伴，实际走访PIF峰会议定地，甲秘鲁讨论运输规划者的合作。副总统萧美琴6月访问秘鲁的时阵嘛讲，持续甲秘鲁以及理念瓦近的国家协调参与PIF。根据了解，南方照往例由处长级以上的官员带团参加。我方组团参与今年 PIF 相关会议及活动的安排与进展，外交部将适时的对外说明。不过 PIF 外长会议本来规划通过谴责中国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飞弹行为的联合声明，不过甲中国友好的吉里巴斯诺鲁因是反对，所以和声明协商宣告失败。参加会议的纽西兰外长彼得斯，伊就是这部分国家第8个外部势力。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个议题的这个打压，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南太这些国家，因为国家相较于小，中国的影响力也比较能够渗透进去。例如说降低台湾的出席的层级啊等等之类的，不再用所谓的发展伙伴的这种名称来去加入啊，可能连这个解释的空间都不让我们有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需要注意的一个警讯。学者指出，PIF连影响南太平洋安全的问题都无法度达成共识，代表中国影响力已经为经贸援助进一步进入区域组织的议程设定权，也显示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版图这几年持续因为中国的因素有影响变动。记者采访报道。加拿大西部火烧山是继续咧炭，其中这BC省是已经超过100个所在同时咧烧。这当地政府也宣布紧急状态，撤离超过2万人。大火伫墙内底一直烧起来，就连山顶的厝也拢烧了了。加拿大西部的BC省野火透明一直炭烧，这大火已经烧掉真侪徛家，造成民众财产性命拢有危险。BC省政府特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有超过2万人接到撤离的命令，赶紧离开，也有民众牵马赶紧来疏散走离开。I don't know whether my house is gone or still there or not, but that fire came so fast and furious. 根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爆竹山脉森林大火，上早伫初7暗时发现，火伫短短几啊点钟内底就炭烧到50平方公里，火场面积因讲增加1倍。先是甲霍尼迪社区烧起，后来以增加人的速度炭烧大约15公里，一直烧到塞别兰这所在。这所在是BC省主要葡萄酒的产区，也是全加拿大第2大的葡萄酒产区。The fire went from 50 hectares to 400 to 1,000 to 5,000, like within 2 or 3 hours. And what was once 15 kilometers away is now right here at the hill. BC 省宣布紧急状态了后，警方已经伫高速公路实施管制交通，也到7月为止，BC 省总共发生105层的野火烧起来，消防人员也继续赶紧地拍火。根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防火中心的统计，今年加拿大已经火火烧掉400万公顷的土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事，这双方拜6礼拜是搁在互相来发动攻击。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讲，北韩即马搁要出兵5万来支援罗西亚，嘛希望这南韩会当提供合作，尤其是防空系统。
根据乌克兰官方通报，伫初8到初9，罗西亚强度空袭当中，全乌克兰境内上无有13个人死亡，90个人受伤。这当中包括第2大城哈尔科夫一栋大楼，和罗西亚导弹甲无人机击着，现场引起火灾，造成3个人死亡，37个人受伤，伤者佫包括一个5岁的查甫囡仔。Упал как раз вот 6-й этаж, где нет балкона рядом. Белая рама, которая вывалена. Вместе с женой. Повезло просто. 越南首都基辅市区受到美西的空袭，4个人受伤。南部滨海城市敖德萨和罗西亚数十粒飞弹甲无人机攻击，造成12个人受伤。当地能源基础设施也受到损害，部分地区熄电停水。其他的城市包括苏梅、赫尔松甲东部顿涅茨克等等前线地区，尚无有6个人死亡。同时，罗西亚甲乌克兰相接的边境贝尔哥罗德州受到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报复，造成5个人死亡，24个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4岁的查甫囡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9表示，北韩会派出上济5万的兵仔支援罗西亚侵略乌克兰，以呼吁南韩提供协助，尤其是乌克兰需要的防空系统。泽伦斯基强调，乌克兰境内已经发现一寡北韩做的飞弹。根据各国情报机构调查，目前北韩伫罗西亚部署的兵仔差不多有9500个到11000个。乌克兰情报单位指出，对2024年北韩参战以来，北韩军队包括死亡的甲受伤的已经超过7000个，其中2251个人死亡，4807个人受伤。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已经甲美国达成一项每个月定期提供爱国者防空垃圾飞弹的协议。不过，泽伦斯基讲，这个供应量还阁无通应付对防空的需求，呼吁有相关库存的欧洲国家爱放出更较侪防空资源。因为日本、南韩甲以色列同款有真好的防空武器的产能，也毋过日本甲韩国因为受到国内法规甲宪法的限制，目前也无通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武器的援助。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前总统拜登前去年5月验到粒雨伞癌，最近伊后生亨特是接受访问，讲到老爸病情，讲这癌细胞已经看见到骨头，病情是愈来愈严重。Yesterday, I spoke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to congratulate him on his victory. 西装前甲真比早，美国前总统拜登2024年总统大选失利了后，恭贺川普胜选时阵的语气也真有力，讲话真自然。不过拜登2025年1月卸任总统职务了后，5月公开互人诊断得到侵袭性前列腺癌。拜登的后生亨特初次伫英国接受媒体 BBC 新闻之夜的节目专访时，真艰苦的讲，拜登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Because it's not good. The cancer has spread, is metastasized into his bones and further. It's very painful, and it's very debilitating in many respects. But he's still out there. 亨特讲，看到爸爸拍拼抗癌，身体愈来愈虚，伊真艰苦。虽然是安尼，拜登也是为家己重视的议题持续公开出面，因为伊也是坚定相信美国。另外，亨特伫专访中佫讲，拜登当年伫卸任前为家己牵涉的非法野枪、盗税，也有2014年至2024年可能牵涉的所有犯罪行为无条件特赦，也引起外界强烈批评。对这代志，亨特嘛头一摆承认，这个特赦对所有美国公民、宪法甲拜登个人政治生活留了无好的印记。Whatever you think about his politics or the decisions that he made, I can tell you this: he's the best father, the best husband, the best grandfather of anyone that I've ever read about, heard about, or even seen in a movie. 随上针对拜登的病情，伊的发言人捌伫去年10月时阵表示，拜登定伫接受放射线治疗加荷尔蒙疗法。对亨特即届接受媒体访问的言论，拜登的发言人是拒绝对这个代志表达评论。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纽约港自由岛一只快艇冰船造成一对母仔囝死亡，12个人受伤。即马驶这只船出去的查甫人，在面对危害他人安全等等的13项指控。美国甲伊朗的战事，伊朗是提出6项条件，美国要提掉所有的制裁，停止步兵，承认失败，战事嘛爱赔等等。讲若唔答应，就要继续关核物资。苏丹的内战，中部上大城市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这联合国经过人道灾难，告状24世出声，望替这苏丹的百姓开一条人道走廊。
讲到咱11月底就要大选啊，为着要防止境外势力介入选举，这北检是提早寄批予380个里长，讲若是有去中国旅游佚佗接受招待，甚至是要求支持某一个候选人，都可能会违反选罢法，甚至是反渗透法。国内规办选举，各地检署不时查获里长带里民去中国省，涉嫌接受落地招待，要求支持特定政党候选人。没有什么委屈。即马年底大选只剩几个月，就惊境外势力介入，以同款的手法阁发生。北检提前出招，寄出检察长互乡亲的一张批。检视批内容，署名北检检察长王俊立列举几大违法样态，有买票贿选、选举赌博，加假签刷的优良人口。批中更加特别列出，若是受人指示招团到对华等地旅游，费用全免，也是介绍价的无合常理，而且伫旅程期间有要求支持特定候选人，就可能触犯选罢法加反渗透法，相当判10年，就算是接受招待人也有刑责。伊若安尼讲出来，阮就一定袂去啊！咱就要找麻烦，当然会惊，被盯住、被问话，会控制呢。北检社的批寄予380位里长，毋望联手防范不法，只是对方的改选手段多悬，阁有倒一寡状况是袂当模糊。中国它对我们台湾社会的渗透是非常的一个多面向，尤其是随着目前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发展，透过这样的一个声为影片的这种假讯息的一个认知作战，来去影响我们台湾的选举。无论派人到竞选活动闹代志，受到指示参选，也是滥用潜规技术等等，学者分析，拢可能是中国改选的一款，对选举公平带来冲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炼油、问题油的风波，即马是已经验到7间业者。小苏是按算，即礼拜要去到云林甲嘉义办2场交流会，就这苦地油的业者来讨论甲辅导，嘛希望会当对源头来帮助业者降低风险。行好的苦地子倒入家去经过，加食过里程流程，这是嘉义县梅山乡太平老街苦地油制造过程，速度慢，煞会当看到每道方法，互民众放心。嘉义县有34间制油厂，县府鼓励业者自主检做好品质监管，只是初期阁有苦地油检出本片比超标。这个业者的话，它是使用的是中国的苦茶籽来去生产这一批苦茶油。这批汉源无效公司生产的苦地油有218罐，被互家人浪费山溪顶100几罐。村内已经落起封存，到达已经有7间业者苦地油超标。石油署表示，后礼拜会到云林嘉义举办交流会，邀请制作业者会谈，为原料来源、航差温度等面向来辅导。检视它的原料的采购、管理、品质管制跟自主检验等等的项目，来协助业者找到相关的原因。所谓的 HACCP 那种危害管制重要管制点，如果在未来政府有确定明确的话，我相信会把那边当做一个最主要的控管的因子。专家指出，苦地油制定中的温度、时间控制、清洁、运送、甲储存等环节，拢可能影响品质。目前也无强制苦地油原料爱检验，监视立管也是针对航差温度统一标准值，也是爱由中央规范，才会当互各界有所遵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又果是食酒赛车，甲食毒赛车，这个女汉高雄市的中华三路一个查甫人交通违规，叫警察抓落来，佫无要配合。这一个检落来，毋但食酒，佫食毒，边仔2个朋友佫伫遐咧大细声，警察是做伙抓回去。乌车登到对向车道弄到直行的白车，高雄5号2路加进来自街口车到透早发生车祸，警方到场了后对上方酒测发现乌车驾驶占有查甫人，酒测达0.08。两男呼气酒精浓度虽未超标，但后续仍依规定将两男带回派出所制作观测表。全案循后依公共危险罪及过失伤害罪，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占有查甫人则被hand送。同一天透早5点外，警方经过中华三路，看到一台车位路边驶出来，无拍方向灯，对到一节路口将人砸落草地，结果赛眼驾驶刑事拒检，了后测出酒测达超标，推拿定现第3级毒品开他命阳性反应。伊2个朋友对警方大声骂，佫想要干扰执法，警方赶紧对2人管束，3人拢被上班。举发未打方向灯1件，未系安全带1件，酒驾1件，毒驾1件，
合计最高罚款为新台币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询后依公共危险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面有一个棉花，你把它含进嘴巴里面啊。为维护交通安全和防止毒品危害，各地警方强力执法。加拿大北市大安分局6月到即马已经查到116件邪道赛车，为汽车到电动脚踏车拢有显示扩大各种的交通工具。因为这几年邪道赛车已经造成真侪死伤事故，警方强调会对毒品犯罪甲交通事故一点加强稽查，希望能有效降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台中大里发生一件遥控飞轮机弄到人家厝的事件。这规只飞轮机佮卡伫人的厝顶，经过调查发现，这只遥控飞轮机哪像是无成电器，佮加上破坏人家厝，涉嫌违反着民航法2条加起来会当罚甲8万。一只体积不了大的遥控飞轮机，就安尼卡伫厝顶。机尾吊伫半空中，看起来真危险。设备早起9点外，台中大里区这个透天厝顶楼突然传出真大声，出来的人从起伫楼顶查看，就发现是和一只遥控飞轮机冲撞，好佳在无人受伤。我邻居就跟我说：“哦，砰一声，好大声哦！”他们都吓一跳。看的时候就是它的翅膀，它是民航机型的飞机嘛，就是一个翅膀已经掉下来在地上了，啊，就是在楼上地上。然后另外的飞机就整个插在屋顶的那个墙壁那个角落。林先生表示，规只飞轮机是用海绵也是玻璃拢制造，以电力驱动，也毋过并无发现操作的人。林先生烦恼遥控飞轮机往下面人会去伤到人，赶紧将通知厝外的机尾板条。台湾无人飞行器协会推测，应该是伫附近操作拄到中方遥控飞轮机才会失控。如果依照今天的天气状况，应该就是飞行后起飞，然后因为台风外围影响风大，经验度比较不足的初学者或者是练飞的同仁，他遇到这种大风，他可能比较没有处置的做法，那他可能就会用最大动力，然后让飞机就会越飞越远，越飞越高，然后导致失控。因为案发科学属于地方政府管辖，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以民航法规定，无人机也是遥控飞轮机超过250公克，都要向民航局登记，佮将注册码标记伫机身。机身若无注册码，就违法，会当处5万罚款。另外，弄到民家厝也违反民航法，会当处3万的罚款。那相关事情调查属实，会对操作者开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路，若是做甲无够宽，10米以下巷仔佮画双黄线，若是路边有停车，小闪车一个无拄好就超过啊，恐惊就会食罚单。民众拢讲安尼无合理，即马台中市交通局嘛有讨论，决定10米以下巷仔这双黄线就会浮掉。车准备伫路口停等红灯，不过车已经有地着，甚至超过双黄线。这个地点是伫台中市南区中兴大学附近，是较无10公尺宽的小巷路，路边停几排机车，汽车要通过，不管安怎闪，拢有可能违规超过双黄线。台中市政府收到未少民众的反映，这种的飘线不符合实际通行的状况。像卸货的车子，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一般他出去买东西的，他临停一下。那变成说这样子会变成比较不方便。那变成如果说有人再去检举我们快要路双黄线的话，这样子天天收罚单就饱了。在10米以下小巷弄，很容易那个汽车经过的时候，它会去那个超过双黄线，或者是去压双黄线。台中市政府经过检讨即卖飘线了后，针对10公尺以下道路，已经决定未来袂过画设双黄线，即卖双黄线也陆续取消。如果双侧它未做停车的管制，那其实扣掉停车的空间之后，双向通行的一个距离，车道的宽度会大概是低于6公尺以下。6公尺以下的宽度其实就是比较不利于用路人他双向的通行。真侪民众感觉安尼才袂因为违规去互人检举，不过也有人认为双黄线取消了后，交通颠倒会变较乱。偏过这边哦，对哦。啊，你若讲伊有规划有规线，你袂使超过啊，可以看遐超越你。台中市交通局是讲，目前会针对较侪民众反映的路段先进行处理，其他的路段会配合道路抠图作业，才有顺势调整飘线。记者采访报道。
来看高雄市的凤山溪最近这水面有浮油，佮走白坡，在地里长是批评讲有业者是趁风台天咧偷排垃圾水。环保局表示有查到3件的业者违规，已经开罚单。水面一层油范围未细，高雄凤山溪换破坏桥甲遮样桥一带最近水质无好，河川巡守队巡逻时阵，毋但发现水面有明显的油，甚至还佫无正常小水泡。最近半个月以来，陆续都有台风要进来嘛。很多业者都想说应该会下雨，所以就会趁这个机会就把废水偷排到凤山溪。他们就是投机的心理啊，就想说下雨天偷排看不出来啊。稽查人员为水沟内底采样检测水质，环保局特别派人到烟花检查，分别查到一间红地工厂设备处理效能无好，排出垃圾水，也个小卖店甲百品工厂虽然有油水分离设施，不过因为效能无好，排出垃圾水，拢开发过限期改善。茶或叉烧肉贩卖店及肉品工厂虽设有油水分离槽，但未妥善清理，自排放黄浊废水，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以及水务法第30条规定告发，并限期改善。虽然透早落过雨，凤山溪水面吹到下晡依然浮油，烟花未少工厂店头常常传出业者偷排垃圾水，和河川巡守队真无奈。环保局除了继续强力稽查，也呼吁烟花业者守法，毋通为着私利污染水源。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推动声音翕相科技执法，今年3月是启动头一套类固定式的设备，到6月底就掠到51件。另外，即马这万东的报产期，针对这铁牛若起来，这土若无清掉，规地搭地车路也会食罚单。环保局稽查人员会同警方执法，甲经过云林县国境山区汽机车一个一个临检，希望会当有效改善噪音污染的影响。嘛，透过类固定式声音翕相设备，整合噪音监测、高解析影像的技术，3个月各发51件。类固定式声音照相设备来加强取缔。如果车辆经由设备监测发现行驶噪音超过管制标准，将会被开罚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环保局讲，声音翕相科技执法，互人告发的51件当中，机车上济，违规有9成，拢有改装排气管，拢裁罚3600。另外，为了加强农业产路因为农经机具所带来土的污染，若经过查到，会当依照废清法裁处1200块以上10万块以下罚款。胖胖的啊，这落，这布条啊，成胖烂啊，即马落。火咧落去弹，烂烂啊！迄链拢遮大份啊！夹咧链起这路到落咧路安尼，伊都无用哦，迄落咧看一白拢囥伫遮了看。主要就是吼，咱做工课爱互人清气，袂使共污染。环保局讲，即阵啊起早的时阵，佫查到农经机具无照规定挂号牌上路，已经移请警察局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裁处。嘛，呼吁农民甲大经业者，爱就是做好农机管理，维护道路安全，避免影响用路人。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平湖一阵囡仔住伫咧干那4坪房间内，环境垃圾，爸也阁未成年，干那靠这阿兄甲阿姊做山工咧饲。风声讲，这个妈妈8个月前早就离家出走，老爸也无要顾。即马这县府说认定讲，也无到需要安置的程度，是引起争议。门将要歹去，便所内底卫生纸一堆有够垃圾。内口灶骹4个拢是食过、煮过碗甲鼎，贴甲规个，也佫有臭味。平湖湖西乡即个卫生条件真歹所在，竟然有8个囡仔住伫遮。真较早因来遮徛，阮都毋捌看到因人啊。湖西尖山村一条阿某就俗俗生13个囡仔，老母伫8个月前离家出走，也甲囡仔社福补助口座摕走，老爸也拢无咧插无咧管。拄成年的阿兄阿姊只有出去做事，来请爸的也细汉的小弟小妹，一寡这细汉的囡仔客伫大约4坪的价间，厝边隔壁看都是真毋甘，也北向民意代表来反映。环境是当阮甲阮志工拼清气的啦，阮船长拢带阮来拼。我家也伫问讲，爸母拢无插，互遮侪囡仔伫遮尔歹的环境内底生活，无先尽教养责任。为安怎平湖县政府也用未达保护程度为理由，无来赶紧处理？先沟通，不行的话，我们将来还是有安置的计划。
根据这个《儿少法》第56条，即个儿童甲青少年无受到适当的养育也是照顾，有随就医的需求，也是讲有遭受这个身心的虐待，就可能有安置的必要。不过专家也指出，若是阿兄阿姊其他照顾者也是有能力来照顾未成年的小弟小妹，加上囡仔无随有的性命危害，基本上就袂来安置。另外，安置床位甲人力拢真有限，社区团体呼吁讲，地方政府先提供大所在读册物资者援助，以稳定囡仔生存为优先。有没有一些预防性的工作、支持性的工作可以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假使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他们家的状态是手足，然后在抚养或者是照顾更小的这些孩子，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实质上的协助？第三个是，假使真的有需要去做就是安置的话，那政府应该要去做准备。那个准备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更多的床位？社会团体提醒，强调安置顶有时跳线的家庭成员是社会安全网最后一条的防线，也过无一定是上好的方法。地方的社工、卫生局应该做更加详细轰炸，若家长无配合，也应该请警察局来协助，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台湾人这囝是愈生愈少，这卫福部嘛宣布健保要投入68亿来提悬儿童照护、妇产科甲护理人员的支付点数，有过超过17万的囡仔甲11万的有心人受到照顾。这几年少子化严重，也产生医疗基地。根据统计，自2005年台湾接生去5关门13间，占全台1成，接生医生减少真济。卫福部伫8月7日宣布增加68.6亿，协助儿童照护、妇产科甲护理人员调换医疗服务支付点数。我们为了留住这些急重难症的医师本阶段陆续的在调高他们的支付的一些点数这块应该可以在今年的9月1号开始来实施。健保署表示，儿童照护部分最近会增加2.3亿，推动儿童支付调整，包含儿科专区医师照护儿童病人住院诊疗费加10%，提悬儿童心脏15项心导管甲手术支付点数超过17万个囡仔的收费。妇产科部分将一般生产调悬50%，高危险提前手术费提悬2倍，困难复杂生产提悬做3倍，总共17.7亿，差不多有11万个产妇受惠。基层的医疗院所，它负责的是相对比较资源不足地区的生产，10个以下的大概占70%所以其实即使把这个生产的点数调2倍，他们还是不够生存。医学会提醒接生机构维持运作，一个月至少200万。若少子化更较严重，敢若靠健保提悬给付，无法度执行，也白提其他区别资源。建议需可用特别预算执行产科必要成本，维护医疗资源。另外，护理人员住院护理费也调悬，急性病假、特殊病床5%，慢性病床住院顶10%，偏向病院有15%调悬做30%。但在总额的有限下，也需要考量科别的公平性，并确保是否有实质的改善医护人员的薪资与劳动条件。更重要的是，相关政策还必须要同步改善医院治理及职业环境。健保署表示，这摆预算是健保总额重新调整甲保护，为9月开始第一摆调整了后，针对激动男性的其他区别，也看112年总额预算政策情形，陆续展开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警察局甲朱角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用朱角树龙做主题，举办亲子电影院互动体验，加强囡仔的网络安全、反诈骗、反毒品，加强交通安全的观念。防止诈骗的美角、交通安全的观念，佮有警方识别的体验展览。嘉义市警察局配合着红仔册朱角树龙内底的角色，举办安全教育活动，由朱角树龙甲现在警察合作，对抗网络魔鬼党。互家长甲囡仔透过朱角树龙正义形象，学习正确的法治观念。那诸葛市长的形象也是主张公平正义、勇敢冒险，所以我觉得跟警察的工作形象，跟警察在社会上希望能够给小朋友认识的形象是不谋而合啊。嘉义市警察局表示，诈骗、毒品佮网络对囡仔甲青少年造成的影响，需要社会甲父母的重视。市警局邀请朱角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要透过电影放送、展览活动，互民众会当用好耍佮多元的方式，增加对社会安全教育的认办。有寓教于乐，而且说真的，那电影毫不冷门，就是非常的，就是刺激，然后情节又很紧凑，对他们来讲就是目不转睛的一直看着。提供这样一个活动，电影的观赏以及闯关的活动，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在寓教于乐之中成长。朱家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表示，为了丰富警方伫离校保护甲犯罪预防的宣导教材，伊马上家己是警察叫一套朱家树龙的动画电影，希望借着朱家树龙这个本土文化的角色，互警情的宣导会当更较多元、更较瓦及民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新竹市消防博物馆经过5年整修，重新搁再开放。内面是有保存真侪早期的消防文物，有地动、防灾、水灾、甲火灾等等的防灾体检，咱嘛做回来看卖。用手大力个摇，就发出警报声。这台是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水灵车，过去捌用过这台古董水灵车拍火消防队员，讲到过去拢是回忆。出勤的第一辆车都是由这一台来出勤，那由指挥官驾驶，那指挥官安坐这边，另外2侧各要有一个苗子手一个负责帮忙摇蜂鸣器。那后面还要有2位为苗子手，一个敲警钟。新竹市消防博物馆到今已经有84年的历史，过去捌是大新竹地区相关的建筑物，经过5年外的修复，重新开放。建筑师表示，因为建物的未少建材，目前市面上已经拢找无，要修复过程拄到未少困难。它的瓷砖非常特别，是那个布纹砖。布纹砖现在已经没有生产了。包括一些比较旧的材料，我们都要去把它仿做，然后再做回去，按照古迹的工法做回去。早期这个是新竹最高的一个建筑，那尤其我们可以看到6楼顶的钟楼的部分，以前都是我们在那边是一个守望相助值班的一个地点。那因为这个早期是最高的一个地点，所以那边有值班的人员，他一看到哪边有火或是烟，我们就会指派消防车前往。消防博物馆除了展示过去的消防设施以外，伫内底也有地动、烧火、防护这个体验知识，互民众会当咧参观历史文物的时，会当加强防灾的知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仔中部地区要来做网络的降速演练，也来为着要提升社区的防灾韧性，这台南青年共愿网团队是开发出免可行动网络，或者是 WiFi 社区端通讯链。伫咧这空旷地区，上远地当传超过5公里远，地当加做是灾害发生初期的备管机制。将安全装备8支的电火条化，甲通讯节点一个一个转起嚟。伫台南后壁区要建造一条无可行动网络 WiFi， 就让连线发挥中继功能，用站点一直转传信息的通讯网络。它是以蓝牙的节点型的方式，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就是它的点只要够多，把讯息传到它想要传递到的地方。可以透过手机蓝牙的方式连到装置后，你就可以传讯息给有 mesh tuning 的这个节点的人啊。我们昨天测试啊，其实从后壁就可以传到我们的板桥。这种通讯网络会当当作无需要行动网络的文字对讲机。共援网团队测试过，上远会当传到新北市邦桥，内面的电池用太阳能充电，搭配蓝牙就会当操作。就算基地台故障，只要一点一个伫咧运作，就让用系统回报灾情甲需求。它不仅是一个单一计划，而是能成为一个低成本、实际维运的一个模式，能推展到其他的一个地区。去年台南市风台侵袭台湾，台南市伤害正严重。后壁区因为停电，基地台歹去，通讯断去。市府甲在地青年团队讨论灾后复原的需求，拢认为通讯是重点，所以才有这套系统。市府强调，这套系统唔是要代替现有的经销或者是政府防灾通讯设备，是要做闭环。若拄到重大灾情，通讯断去的时阵，社区会当家己运作。互公所这款单位会当正紧就掌握地方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传统文化，咱讲请戏上重要就是扮仙，扮仙也代表是甲新民祝寿。台北五戏馆即届是以扮仙戏来做主题，甲这布袋戏对庙口并搬入去展览场，加入这现代电影的元素，希望这传统也有创新，嘛来了解咱的文化。老热的鼓吹分贝音，色派光影变化，
传统布袋戏当中的高度新鲜特点功夫。这是台北歌戏馆以扮仙戏做主题的展览。这摆展览参过去在庙埕看到的翁仔戏无啥同款，加入现代电影的元素，希望外国人也会当来认捌台湾的传统文化。这摆展览主要是要介绍布袋戏伫咧庙埕，啊是土地公生，啊是妈祖生的时阵的做戏的过程，所以因是把台湾的传统文化。互外国人嘛了解嘛知影。布袋戏甲现代的元素，三甲和传统文化有新点点的一面。7点前也希望透过新的呈现方式，也通吸引少年人来看戏。啊，那为了传承，台北歌戏馆也开放6岁以下的囡仔会当免费入场欣赏。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推动，像我们国小2年级的小朋友，他有一个寓意生源的活动，就是全台北市2年级小朋友都可以来预约参观偶戏馆，而且是不用钱的。传统偶戏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文化代表，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保存跟典藏以及推广，跟最重要是教育的部分，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台湾传统偶戏的这样子的文化。文化传承需要资源小径，文化局表示，会透过补助翁仔戏的文化保存者，让因通继续保存甲推展传统文化。另外，文化局甲台北歌戏馆嘛邀请民众做阵来看戏，亲身体会传统文化迷人的所在。记者董家良、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守护大自然，即马伫咧法国是有一寡好野人买土地却无买起别种，无要开发，因是用买地兴护大自然的运动，希望会当停止人为干扰大自然，嘛希望讲这护这自然的生态会当渐渐恢复起来。这是伫咧法国庄卡的一个庄园，过去是拍园的所在，即马变做是各种野生的动物甲食物天然的避难所。才有几若千种的动物甲食物。阁有真侪稀有的品种，主人甲即块土地买落来，就是希望这片土地莫去互人打点，森林会当自然生长。 We're on a sunny hillside sheltered from the north winds. Little by little, the trees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become a whole ecosystem. 地主常常邀请其他企业家来参观，呼吁因做伙来响应，甲土地买落来，减少杀虫剂，也阁有农药的伤害。有几百间科技公司的企业家阿宝伦正认同这个理念，讲气候变迁的速度是比科学家预期的更加紧，希望会使加支持环保的运动，为过去伤定坐飞轮机去旅游，摆脱伤济生活来赎罪。 I think this is much prettier. It's alive. The sounds of nature are amazing. You have grasshoppers, and it smells good. 日头落山了后，森林嘛愈来愈闹热。科学家头一届伫咧遮废墟设陷阱来追踪野豹的数量，因为野豹伫咧一暝会当食掉的汤拖，等于是家己的体重，啊，因的存在就是生态系统繁荣的象征。 And releasing it very carefully. We don't want to hurt it. This is a long-eared bat. 甲大家认为土地是爱用来生产的想法无同，这个企业家甲土地买起来，甲土地交转去予大自然，打造一个高生物多样性、自然碳吸收、涵养水源，也佫有可靠有韧性的生态系统，要去做对抗气候危机的天然风扇。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 来看南韩的千年古诗乐山诗，举办相亲活动，独身的男女按目睭牵手，食茶开讲，唱歌跳舞。新的时代透过亲友的部分情境，帮助少年人会当放慢脚步，找到真爱。目睭暗咧，手伸出来，将未来每一步拢交予青云人。下过传说中会当实现愿望的大门，这回许愿无得卡，就通拄着你的正缘。 南韩千年古诗乐山市最近唔但临只香客，嘛是大型的看龙宴现场。 일단 소감은 그래도 절이라는 공간에서 완전 제가 기존에 해보지 않았던 경험으로 사람을 알아보는 것 같아서 그런 점이 되게 새롭고 누군가를 좀 더 진지하게 알아볼 수 있게 되는 것 같고요. 10名单身的男性和10名单身的女性，穿新衣的服装，展开2天1夜的找爱之旅。无传统对看的礼数，参加者抽口啊、杀作对，做伙散步、啉茶、讲心情，甚至唱歌跳舞，用在艺替爱情加温。交流无限点时内，嘛会当去海边体验双人约架、1对1少年耍约会，只是这场复合吹判斗起来是一点仔都无符合。 많은 분들의 뜨거운 관심과 증원에 힘입어 4,225명이 지원해 주셨습니다.
모든 분들의 간절함 속에서 여기 계신 20분이 선정된 만큼 진정성 있게 임하셔서 좋은 결실을 맺을 수 있기를 바랍니다. 4000多人要抢20个名额，落出率无到0.5%，想要入市院看对象，比求职面试更加困难。 솔직히 출산율도 떨어지고 결혼 비혼주의자도 는다곤 하는데 제 주위에선 정말 다 결혼하고 정말 다 짝이 있고 연애도 잘 하거든요. 그래서 그런 걸 보면은 다 자연스럽게 저도 하고 싶다는 생각이 드니까 그리고 또 이제 절이라는 어쨌든 컨텐츠가 있으니까 좀 더 괜찮은 사람들이 잘 이제 이렇게 올 것 같다는 생각이 드니까. 南韩2025生育率回升到0.8人，不过嘛是点全球的低点。护教团体2023开始就开始替人牵红线，希望透过安尼活动改变状况。千年故事内爱情豆豆不厌，活动最后成功牵起5对有情人，成功率有5成。为王目睭牵手到牵起红线，罗山市这场找爱之旅，互古老的庙市写落新的爱情故事。公视新闻林义主编译。 提醒观众朋友，今日中部7个县市下晡2点半至3点要进行城镇论性演习、降速演练，要提醒民众要配合管制。下晡无提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8度至36度，中部地区27度至35度。 南部地区27度至34度，东部地区28度至36度，外岛地区28度至3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